Hello， 大家好，我是国贝，又到佛起来的时间咯。唔知大家对自家的家乡也係喺啲地方歷史文化有了解冇呢？唔了解也唔怕，看下今日的節目，每天大家會有冇同樣嘅想法冇？睇屏東鹽埔嘅正經歌手啊，今日遇到一本自家學生嘅了解自家嘅家鄉，特別推出嚟一本書來幫學生嘅讀。一本書後背嘅作者呢，唔單止係學校嘅先生哦，佢還係屏東嘅文化工作者。做乜嘅今日會推出一本書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一位先生來到節目裏邊，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本書後背嘅故事，順勢紹介一個先生佢哋後背工作嘅經驗哦。馬上來分享我哋屏東三線路工作室的執行長蕭文俊。文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俊，來自屏東目前從事呢教育文化工作者。哇，文俊真係真好上咧，頭到小嘅時間同大家講，唔係先生哦，也有做一本書嘛。除了之外，你這個還有堂工啊，還有其他的工作呢？是不是在開始之前同大家紹介一下你自己呢？我是來自屏東那也是從小就是住在鄉下。那剛主持人有說到我們這個那一本書啦，那本身那一本書呢，其實就是也是我們在六堆區域的內埔區域，本身的過去的愛寮。那在這個將近100多年前的這個千春，千春到我們現在位置，剛好位在於這個長治，還有我們的內埔的水門區域，還有我們鹽埔這個三角地帶，剛好在這個愛寮溪旁。那這樣的故事呢，其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所以我們當然用這樣的方式呢，用這種繪本的方式，想說呢，讓小朋友知道這件歷史。那其實這個愛寮溪的流域，它其實就跟整個我們六堆區，尤其是這個麟洛、長治，還有我們的萬巒，其實沿着河道兩旁，大家都可以。如果大家認真看，其實從文化園區那一條過去，左右兩旁其實都是非常密集的村莊，但只有那一條它是沒有就是太多的這種基礎建設的，所以才會有這個空的這種河床道出來。那過去那邊其實都是愛寮溪的整個流域。那在還沒改的時候，我們舊的村莊是在這個河床的旁邊，但沒有一個堤防上去保護的時候，其實只要大雨，那個水就是亂衝了，所以我們家過去在那個，就是我們整個村莊的歷史，過去是這樣遷移的過程當中，從新愛寮遷到舊愛寮，從舊愛寮遷到新愛寮，那再從這個舊愛寮呢遷到我們現在的區域，所以我們那個區域叫鹽埔鄉舊愛村，那個舊就是舊愛嘛，改舊愛村就就是舊愛的部分是這樣子，所以當然這個過程當中是沒有人知道這一段這樣的故事，那我就想說，應該讓小朋友知道。那因為我本身也在學校工作，在教學，我想說，我們就用這個故事呢，從100年前的故事把它講回來，就是從哪裡發生的事情，然後推到現在。那我們另外一邊呢，因為其實鹽埔鄉的振興國小的學區剛好是2個學區啦，一個叫振興村，一個叫舊愛村。那振興村也很剛好，它也是遷村，那也是因為愛寮溪，它原本呢是在高樹鄉的大陸關附近。大陸關在那邊附近的。那因為整個河床往那邊移動嘛，跟愛寮溪的整嘴流域是現在的往老龍溪匯合，是走現在大陸關旁這一條過去河床不是這樣。好，那剛好行水區域就到的這個之前的振興村啊，這個西瓜園，西瓜園。那當然，這個日本人呢，大概1920年左右呢，就是把整個遷村到現在的位置。所以隔壁呢，舊愛村呢，是從內埔的愛寮這邊遷過來的。那隔壁另外一邊的振興村呢，是從這個大陸關呢那邊遷出來的。所以這2個區域呢，都是一個跟水有關係。那這故事沒人知道，所以我就把2個故事呢結合在一起。一個是從舊愛的小朋友，原本是這個在愛寮區域，在內埔的另外一個區域那邊，另外呢是在大陸關區，2個本來是沒有平行的，但後來走到平行，走到1946年戰後去讀書的那一天，1945年就是那個開啟的那一天，振興國小開始有振興國民學校，日本人蓋學校的時候，終於見面了。原來它是2個不同的時空上去面對。那這裡我就把這樣的故事呢寫成這個繪本的一個圖說啊，然後讓小朋友知道說，原來
过去我们都是来自2个不同的这个空间，然后到了同个场域，所以这段文化其实比较少被知道。那因为我们可能不像一个100年的村庄很小，也不像官方记载的那么详细，像这个三河村啊，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做迁村，其实都有记载，比较战后的事情了。那早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故事，只有靠着这个庙宇里面所记录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抓到一点蛛丝马迹，然后从一些文献的资料上去看到这些，所以我才讲说，从开始关心自己的文化开始，就开始去投入啦，因为我们想说，我到底来自哪里？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个老家都在这个内埔那边的区域？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从了解的时候才开始去产生兴趣，开始去追自己的根，然后在从事学校教学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应该要跟我自己的，因为我也在那边读书毕业的，应该要跟母校小朋友分享这一块。那我觉得只要自己的根知道，那他的自信就晓得那来源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做文化工作也不能太死啊，就是说写的东西也不能，尤其小朋友他不想看那些那么生硬的东西，然后主要也是要产生这个动机，学习的动机，阅读的动机。他听完之后，看完之后，可以怎么了解他的故事？那有些家长也不见得知道，所以有时候也是教育这个，不是教育孩子，也是让家长知道说，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是用生硬的文字上去给孩子去吸收，而是让他知道说，故事有2个，一个叫阿虎，一个叫阿花，来自2个不同的空间场域，然后慢慢走着走着就遇到了一个水魔女，告诉他们，这个未来呢，你们要在一起就要认真的找到对方。所以他们在认真找到对方的过程中，历经了村庄的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齐心协力的，然后把过去的早期生活反映出来，做牛车啊，做什么样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这样，所以让这样小朋友知道说，原来过去我们的生活在没有交通的时代，它是怎么样的情况。那里面的灯呢，过去也没有电灯嘛，但是这个过去的日治时代的时候，其实日本人已经把这个电灯呢普及在这个振兴村的迁村了，就是里面呢都有几盏电灯、路灯，那还有道路的整齐，以棋盘式的规划很清楚，可是没有人晓得原来那么干净的、那么整齐的街道是过去现代化城市去建造起来的东西。就完整同头摆的时间啊，嗰時間有神法地位太太細細，挖空來本太家底下講，其實原來有個地方真係嗰片以前還有安的故事啊，以前的神法很用版，用一個簡單，然後等一下嘅圖案也都有本，新年呢，甚至於講太年能夠了解啦。伊像講到一片啊，我都想到講以前我喺宜婆記啊，喺度睇嘅鹽埔嘅西瓜園那附近，小時候更加冇睇嘅啦，啊。以前辦社時就國語嘅，其實都會同人哋講，以前啲人嗰片很用版，就經常有印象同文中人哋講嘅，有大致上有一些相似的。你除了唔能自家睇做一本嘅故事書咯，人哋講嘅繪本嘛，那全部係你自家去尋一條故事嗎？是你自己去找這些故事的嗎？對，因為其實我們都了解，但是有時候很麻煩，就是我不想創作生硬的故事，就是說不是把事實寫出來，那小朋友的閱讀上他其實沒有太感興趣，比較困難的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故事，所以這個故事呢，我們要融入當時的背景，它有點像創作。他當時在一個內埔這個區域看到這個大武山，原來它離山那麼近，然後從這個故事呢去延伸，但這個所有故事當時是我填掉。因為我也住家鄉嘛，也住這個也是那邊的人，所以這個長輩祈禱他們也會講一下，但是不是那麼的完整，每個人都講每一套不同的。係啊，文俊頭都有講到，有大部分嘅個老人家老一批可能也唔知一個故事。沒錯沒錯。唔得問的時間有多多挺困難嘛？會不會很難去問到？當然會，因為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像傳統聚落這樣，有時候像客家區域，有時候其實蠻
完整自己的文化性的，从族谱上从这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迁村的地方，所以大家都没有留什么就过来住了，等于是一个人就一两个人就过来这边住了，他其实没有留太多资料，所以当时呢，日本时代的文书有时候还看得到，迁村迁到哪个区，他画得非常整齐，也画得非常清楚。有这段过程，所以呢，在很多背景资料有稍微完整之下，我们去把填入故事。那我们用故事来思考的时候，有时候不用去太强调这个史实，就是说不用去强调我们到底要讲出什么样的确定的内容出来。那我们就用故事，至少说迁村的过程中，或者是说他过去是在哪个位置，这个是有东西的。那乃至于当时所留下的资料就是这个配这个街道的棋盘式的规划，然后配了多少灯，路灯的整洁，这个会有。那当然我们就把它置入进去，以这样的方式。不单将黑黑总，黑对黑总鬼事啊，福区呢后楼总然后就是整个家乡环境附近周遭的，你们都做了一次的调查，然后收罗起来，本给作为的简单的整理，简单的整理之后，形成现在这个完整的绘本故事啊，你嘛？对。原来呢，怪用心呢，哇，观众朋友，你看。谈到安尼用心从这个家乡的故事整理好来，分大家己，係咪真神奇呢？不過除了做一個繪本故事之外，唐講文準今日還有做其他的事情哦。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安尼先生佢哋該用心做一本繪本的故事書，不過細年呢，佢哋看係反應係樣嘅呢。文準，安尼呢按用心做安好一本書啦吼，小朋友佢哋看係一本書嘅反應係樣啊。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在叙述他的家乡啦，那很多场景他当然会碰过，画在你的书上跟故事书上，可能熟悉的教会。熟悉的庙宇画在上面，他会觉得好像很不同，可能跟他过去看的一般的绘本不同，所以在小朋友的这种反应下，他当然会想去了解说，到底这些在讲什么？那主要这一本都是促进他们去了解家乡故事的一个动机，让他们了解。从这边的切入的话，其实我们其实是我觉得是蛮有这个回馈的，就是大概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故事书。全部把它读完，那读完呢，到底他认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我其实没有去做后续探讨，但是从他们的回馈当中，他确实在读一个故事，他确实在读个空间，去了解一个空间，他也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的教会吗？这个不是我们的庙宇吗？应该路卡条线一条路啊。对，所以在他过去熟悉的场景画在书里面。跟画在绘本里面，他本身就会觉得很吸引，就是会觉得有趣啊，因为就像他出现家里出现在电视上一样，书本呢跟绘本呢画了一个他很像的画风，而且是可能很熟悉的一个街道的时候，他当然会有共鸣性。那这共鸣性呢，他了解。那当然，我们的目的呢就达成了。那在小朋友他也在过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学校也是每人一本都让他们带回家嘛。那有时候我上的课呢，也会请他们来分享，一页一页来跟他们讲。请问一下，这一个呢在说什么？你为什么那时候都要坐牛车？有汽车不开，为什么坐牛车？为什么？好，那他们就会去反映，去告诉我说，以前没什么样的状况，没有东西。物质上，他们会跟我做回馈，所以也不是只有做这个乡土的教育，我们也会去把过去这个台湾人在这个生活怎么样的状况，在农村社会当中去面对到的事情，在这个科技的发达当中去了解过去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尤其这些都是你的阿公阿嬷甚至阿祖做过的事情。那从这边去了解这样子。按你本阵，唐风人唔睇学校的，学校里面睇教书的时候唔教的历史吗？也係講唔本上學的課內係歷史的呢？我本身来讲，不是学历史背景的但是呢，我就是对于基本这文化性，那本身我自己也做个
部落格、土青，就是在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家乡的东西。那当然我不是没有要读历史的关系，而是说读历史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我把它变成是个兴趣，我会很有兴趣，但是把它变成历史一个学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点，我怕我会失焦了这一块。那我们就先以关心的部分，那以我们在关心的地方上，我们其实很大量的阅读这些书籍，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老的东西，可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那本身我自己也都过去都从事一些文化性，或者我自己兴趣也是骑老车，所以对老的东西我们都不排斥，那我们就习惯去问人家，听人家的故事，在这个庙前啊，或者在哪个地方，我很常问。尤其是这个坐在那边在卖东西，我就问他来自哪里，为什么要来这边卖这些东西？那遇到每个人，我们都很想听他故事，这是我的特质。你唐风的文章本上就有点讲老灵魂、老灵魂。对，所以从这个探索故事当中，我们才有兴趣了解我们的地方的文化嘛，因为其实这个是非常冷门的，也是非主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知识的获取来源啊。有时候我们最简单就是窃取老人家的智慧，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这是很让你知道，而且有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读传记，我很喜欢读这种，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很难想象在战争的发生期间，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在怎样。那你透过这样的了解他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原来他有这样的个性，是因为过去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让你造成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读了传记，读了他的东西，是最快可以了解一个人，而且是可以窃取他所有东西，而且从传记里面可以知道文化相关的背景的传承，不管他住在哪里。所以我其实蛮常爱这种故事，所以在追故事当中，我就会去了解。所以本身不是学历史，但是对基本的这个地方的教育文化呢，我是非常有兴趣。我说文章唐风咧，喺自家对一种历史啦、文化各有兴趣，怎会来去读一啲书啦，甚至有嚟教小朋友一啲乡土的事情。不过唐公自家除了在教书之外啊，前面在介绍的时间还有讲，自家还有成立的工作室，对，怎么跟自家会想讲的成立的一个闪现路工作室的？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其实在屏东推动这些青年工作的不多，那因为我从文化性去切入，然后从社区去切入的时候，其实对这种工作我们就其实主要很习惯跟人接触啦，有老人家，所以我们其实驾轻就熟。所以我也是2016年教育部青年署的青年咨询委员。那青年咨询委员其实他是遴选的，全台湾的青年去遴选。那我是公共政策组的，公共政策组大概5位，那每个都是学权的，学生会的会长，台大的会长，但只有我，当年那一届只有我是从地方，从这种推动社区或者在地方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被遴选委员所认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这些事，慢慢让人家发现。那从青年参与开始切入，所以我大概从2014年我就成立一个屏东县的青年愿景平台协会，然后自己呢就是自己工作室三线路，那协会呢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就一直往公共的青年参与去推动，所以在青年参与上面其实一直是我的专业的工作，不管在青年的政策、青年的议题，乃至于说公共议题，其实我们都阅读了大概很多现在这个 NGO 的相关的面向，政府要推动的面向，其实我们都集思广益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在青年参与部分是我们最早投入的。那从青年参与投入自己的个性跟文化兴趣，我本身的青年参与跟公共参与就是推动地方的文化，那是我个人。但是我们如果是一群的时候，就是在倡议那个公共议题的行为。那例如说这个地方政府乃至于说中央教育部、文化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2016年到2018年呢，都是青年咨询委员，所以我们当然会跟很多来自
台湾各地的青年去探讨，到底我们现在的议题，就是有些是对环境的议题，有些是对这个族群的议题，有些是对这个文化的议题，都有，劳工的议题都有。那我们本身当然就是在这个社区农村的部分，如何带动农村，然后如何起来。所以我们过去3线路成立时候，开始去推动跟农民的接触，然后农产品的推广，这是一直我们都在做，很像变形虫，因为其实屏东。用办的事情拢可以去做去接触安尼嘛，对。啊，能有很多合作伫边农村嘛，既然有讲能在推动农村的事情，合作伫边能有行业吗？客庄有啊，因为其实屏东的工作跟客庄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有保存下来，很多东西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在我从事这些当中，其实是客庄的文化保存的最深，尤其是有记录下来。你就看到我到客庄就知道，这一认就出来，因为四处都有婆公庙，它只要入口转弯就有。可是，一般的福佬跟河洛的地方，你看不到的东西。不过文尊堂头头安尼小介啦吼，有讲到讲，可能客庄合作的部分比较算保守，或者是说能够团结，对外来的人来讲都很难说去马上融入。你可以推动一种公共议题的时间，行业合作的时间，能不能用办去做本他个提供，你能来推动公共议题，比较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主持人讲得很好，因为我过去也有一些工作从事到客家工作的，不管是推动客语或者是客家的相关。那因为客家的比较团结，就是说大家们对自己的文化性其实是蛮保护的，就是但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很了解的是，有些人会认同我们的原因，还是说我到底够不够了解？他会挑战你啊！那不然你就直接给他们讲，其实你对俺的冇按了解，俺这么个谈的吧？我只是客家话讲的没有太好，没有特别好，但是对于就六堆而言，所有的文化性跟所有的过去，我都非常清楚。那过去为什么有客庄的形成，其实跟河流的流域非常有相关。那这样的流域呢，其实保留了整个屏北文化。屏东这个六堆区域，你会看到这些客庄呢，都是沿在溪流旁。其实这样看出来，其实就很特别。说到底，它迁移的过程当中，它的依据的条件是什么？你会觉得哇，原来他们的过去的智慧上而言，有时候是这样。那客庄来，它形成一个聚落，然后它偏又跟我所谓的原住民平埔族站得很近，所以我们当然做足了功课，当然就不会被所做挑战了。但是有时候他还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这个客家人？他会问这样，但是我不是，但是其实我很了解这一块。但是了解不是觉得说我们要去跟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争论，而是我觉得这是六堆而言，我一直想要讲的是六堆的文化其实是整个屏北甚至屏东的文化很重要。亲情菜文化一块嘛，对。唐后的文尊这个本身因为唔係行业，不过唔睇接觸客家文化一塊嘅時間，本期伊咧講，我認同，雖然講我唔係行業，不過我認同客家嘅文化，嗰時我有去做功課，嗰時唔睇接觸一條客家嘅老一批嘅時間，也係行業合作嘅時間，如果簡單可能如果有認同本其他嘅資訊，係蠻難啊。我覺得我自己不是客家人啊，但是我們從小都跟客家人生活在，像我讀潮州高中，潮州高中其實我們班大概幾乎都是客家人，對，放順還有嘛，對，幾乎都是客家人。那我覺得這樣的關係而言，其實我們在屏東就是這樣嘛，你有可能同學隔壁是原住民，來自北葉，來自哪裡？像我讀民政國中，它就很多原民的去那邊讀，在整個屏東的區域上面，它是一個共融的。那資訊上它的交流，它是其實都很快的。當然，我們比較少在聚焦，年輕人比較少在談自己的文化啦。嗰種人也有想辦法用其他的方式，幫後生人想見人繼續來了解路卡家鄉一條故事文化嘛。觀眾朋友。文尊啊，今日唔單止喺學校嘅哦，今日自家喺有限嘅時間，對自家有興趣嘅事物，今日係成立嘅工作室來想辦法推動。今日推動嘅故事也係有盼望嘅發通，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哦。
遇到一般其他人也係講，我哋自家後生朋友更有興趣對自家土地啦，對自家家鄉，可以過來了解我哋自家文化。文中今日還有推出嚟無窮嘅活動，甚至做為青島嘅事情咯。繼續來請教文中吧。文中，頭頭有講到我哋遇到推動一個公共議題，我哋自家還有設立嘅工作室啦，工作室裡邊做嘅工作頭頭也有講到。聽講人也參嘅開始，也幾年還有推出一個親神奇嘅活動，很多行讀走讀屏東一個活動，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嗎？那走讀屏東這件事情，其實過去我也在屏東市讀書。那屏東市其實就是它是我們鄰近區域的一個中介城市。我不管要吃東西，或者是去買個東西，都一定往屏東市走。所以當我們在想說，我們用什麼方式讓大家更了解？那我比較關心大概從日本的大正跟昭和，昭和的時代，所以我在談什麼叫大正昭和屏東市。在100年前的大正跟昭和，屏東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我們的故事的脈絡當然會從這個屏東車站呢，以前的屏東 A 記從那邊開始談，然後整個逢甲路以前是最熱門的屏東街。好，那這樣的故事呢，它其實是從這個我們的阿猴車站，所以屏東車站蓋起來之後，還有我們下淡水溪鐵橋帶起來，整個塘跟我們的飛行的聚落裡面，這個日本人來居住，變成是非常熱門。以前來講就很像科學園區，因為其實你有蠻多精英，就是蠻多日本人、內地人，那時候所稱內地叫日本人，住來聚，所以當時屏東呢，其實整個日本城市的裡面是第5大城市因為它有了阿溝糖廠，它有個飛行聚落，所以對，所以蠻多日本人會過來居住。那日本人居住，它有經濟價值，所以它當然會帶動這個繁榮，所以蠻多開始很多外來的居民會移過來。好，就是為了這種夢，屏東夢。因為其實你像我們屏東市有個聚落，其實專門是台南人過來聚落。他們過來是因為糖的關係，因為過來要做個糖礦，然後收集這些勞工呢，就是這些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糖呢，賣給台糖，或者自己做釀糖、私糖的部分。所以蠻多到因為有糖的事業，蠻多過來。所以不管從澎湖人，像我們唐龍國小。唐龍他就是澎湖的這個女婿，那他過來屏東，他也是因為糖的關係、鋼鐵的關係、糖的關係來到屏東，開始招募工人。那招募工人就招着他的從澎湖招過來，所以蠻多屏東市有一群的聚落，也是澎湖的聚落。好，所以其實屏東市它是一個典型的宜居城市，所以我每次去走讀的時候，或者是在田調店家，因為其實店家都要去跟他們互動，不然他不太會理你。哎呀，給我做生意呀！沒錯，因為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利益團體當然就是他要互動過程，可是他只問你說我們到底了不了解，就跟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如果我們其實很了解，大家都是歡迎我們，我們不是去插花的，不是說什麼東西都不懂，我們就要做這件事情。尤其是這些老人家經營幾十年，快一甲子超過的店家，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堅持是很夠，他們不需要太多的外來去影響到他們既有的生意。所以從走讀過程中，其實我們其實在談到底屏東的夢想是什麼。那你看整個逢甲路那個整個街道的這個整齊度跟這個街屋，來自這個仿巴洛克式建築，當年這個昭和夢跟着文藝復興大正年代所蓋起來的東西，一路到這個中央市場。那中央市場以前那邊叫做三角這個三角公園。但那個東西5條通，從那部分我們是可以發射出去每一個屏東市的一個主要幹道。那中央市場呢，它其實就是記錄了早期屏東人的生活，裡面呢很多都是從外面中央市場蓋起來之前，外面遷移進去的店家，很多都具有傳統。所以我們在從這個店家的互動當中，我們第一條呢，我們就是從這個逢甲路走進去，然後去談說，這個從街屋的故事去談起來，到底像德安藥房，它其實是我們台南安平遷移過來，最早期已經100年的歷史了。從安平那時候整家帶過來屏東做發展，然後再進去呢，有來自苗栗的，有來自哪裡的，都是在日本時代，大概在100年前之後，各地來到這邊做定居。其實屏東是蠻有這樣的一個聚落，其實它是在短時間，在100年前這個
糖厂盖起来，然后这个车站盖起来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涌入，人口开始进来，所以它可以成为日本人最多的5大城市之一。整个消费形态，然后面接到观光形态，接到这个中继站，然后接到恒春半岛或者接到台东呢，都需要到屏东。所以它是一个很交杂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屏东当时在所谓的高雄州里面，所谓的高雄，其实屏东是很重要的。我们这边的这个领导阶级，其实都是影响整个台湾的部分。你像我们这个离港的兰家，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屏东市很多我们万丹的大地主，屏东的大地主，利木啦，嗰条太加州。对，它其实非常多。讲到鸦片，文尊我考一下哦，身上也得考验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头都有讲到我们屏东市的历史嘛，吼，对日本时代都更加啦。其实我们六队是一个传统的客庄，其实最多的客人。不过除了六队之外，屏东最多客家人的地方喺哪？其实屏东市的客家人大概，其实在战后的时候、战前的时候，日本时代他们开始涌入在屏东的区域。那刚刚其实有稍微聊到很多东西，像我们的这个海丰过去也跟客家有关系。那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的中正国中，还有这个我们广东路上，其实都有很多客家先民的一个足迹。那他们过来的时候，其实，在屏东市这个族群熔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慢慢的去稀释跟淡化在里面，所以很多客家的隐性其实都在我们屏东市的区域。嗰时候更加除了传统的六队之外，最多客家人、最多客人呢，係我们屏东市，错吗？没错，对，屏东市其实因为大家会移过来这边，那也有一个聚落啊，就是开垦就这样嘛，一户过来之后，接着会找人家过来，找亲戚朋友，然后不然你从苗栗下来啊，我们曾经看口述报告，就是其实早时候下来之后一户人家，然后开始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他的乡亲呢就找过来，对，然后这边就形成了原来这边都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那慢慢就形成群聚，所以整个屏东的客家的一个隐性的部落其实是非常多的。那过程中其实也交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多元的一个文化性质啊。其实从很多我们从美食上跟很多我们在的街屋上，其实都会看得到，其实都很不一样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客家整个六队的文化或客家文化，其实在屏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看我们的田调资料非常少，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爬树过程中，其实很容易，其实很容易感受得到客家文化，我们对于保存上有多么的一个努力包括我看到不管是六堆或者是屏东市，甚至恒春半岛，像接下来公视的斯卡罗，客家人跟所谓的福佬，他们怎么去在这个屏东这样的平原上。怎么去共荣跟共享？我想这是六堆300年。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谈的就是我们六堆，其实在整个屏东它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所以我觉得它给我们的意义其实是在于说，我们如何屏东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台湾的缩影了。很多族群都在屏东看得到，所以屏东市它是一个非常族群上很大，就是说，我觉得从去观察这些事情，你要慢慢的去了解。那我们很少去遇到可以聊那么深的，所以我们从走读过程中，把走读的这个观众朋友跟客人带到店家里面去分享他的故事，就是这个店家早期在这边做了什么，已经做60年了，或者是聊一下他们过来的阿公阿嬷第一代第二代的精神是什么，或者现在呢，他们也让观众知道说，原来我们很多产业在做一个黄昏，你看这些已经是，如果它不顾店，下一代也不会顾店，所以我们还是让更多文化性的素养呢，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件事情，所以从观光上的开始呢，带进去。那带进去之后，我们让他消费，主要是你不消费，人家不会配合你，对，一定不会配合你。所以在现实上而言，我们还是觉得说，把这个观众呢，或者这些报名的走读的朋友呢，进来之后也鼓励他们，这间老店的茶包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做消费。那
那个店家跟我们介绍之后，其实这个互动就起来了。按你唐风的安好也来发动，一般的民众啊都可以来参加嘛一般的民众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对，没错。而且我们报名的部分就是很奇怪，我们报名大概有将近半数以上都来自外县市，有些特别从台北直接搭车就特别来参加走读。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正常的商业模式啦，就是报名使用者付费，然后来参加。因为我们发现，只要使用者付费这一块呢，大家都是很有心。他有付费的，他就会觉得说，我来这边他其实是很想吸收，所以我们以小团式的经营，大概10几个就开团，然后10几开团我们就走，所以大概都是这种小团式的经营。那未来也可能会想要找到更多可能对这些地方文化、屏东文化有兴趣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志工跟走读的讲师，这是我们可能接下来下一步要去推的事情。这样好哟，希望可以哟。哇，观众朋友，谈到一个安好的活动，係唔係輕鬆夾夾嚟呢？唔怕等到我哋一個疫情結束之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屏東來請我哋文尊，甚至講來請我哋其他好朋友共下來聊聊一個冇共用有歷史的地方哦。今天呢，再一次感謝文尊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安精彩菜地文化哦，多謝。我們觀眾朋友，那未來希望到屏東呢，可以來參加我們走讀的團，那也期待大家到屏東可以有不一樣的文化感受，除了觀光墾丁之外，很多地方像客莊，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好喲，安尼除了文化健康也係輕重要嘅，更加聽人欣賞來認同一下吧。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真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同大家人介紹嘅運動呢係呼吸一種，首先呢我哋從豎先表下來，腳呢胸仰，安尼合頓來，我哋呢腳趾扭一下。我哋企啦下坐下去，我哋呢雙手並上來時節吸氣，向東方呀，企上去時節，企到我哋呢耳公邊，我哋手把掌合起來，我哋呢腕根節呢並上來，手腕並上來，並喺當我哋呢肩肩方，兩隻手呢交叉，合起來，我哋呢手棍呢向後背。放上去時節，手把掌向東方放上去時節，我哋呢腳趾並上來，對我哋呢腳趾呢挺起來，腳掌挺起來，我哋挺腳嘅，挺腳叫我哋呢雙手並上來，並到肩頭高嘅時節，我哋腳掌啊並下去。一次一次做，我哋唔是夾，我哋呢夾毛路來，我哋腳趾扭豎放起來，我哋企啦下邊上來，豎廿放來時節係吸氣，吸到我哋呢豎企到我哋耳公邊嘅時節，我哋呢豎腕，豎把掌合手嘅時節邊上。我哋並上嘅時節，點解並喺當我哋呢肩肩方，我哋呢手呢兩隻手交叉起來，再放上去，放上去過後呢，我哋腳趾並上來，我哋呢腳趾挺上來，腳掌扭向挺上起來，我哋呢腳趾呢已經喺深蹲咧我哋呢雙手並下來。當肩頭時節，我哋呢腳掌啊並上來，我哋一次一次按嚟做。第一下呢，我一教他緊人，我哋呢腳趾按樣嚟嘅，個發現我推一下下邊，他緊人看一下下，我推一隻腳。我哋做嘅時節要記得咯，我講嘅時節係我哋呢按嚟企嘅時節，我哋呢腳趾要按嚟
腳趾愛搖好愛安尼豎放起來，本來等咧腳帶中間懸空，懸空時節我等咧徛啦下坐下去，坐下去時節我等咧雙手變下來，我等對腳帶吸氣，我講腳帶吸氣扭去唔怕，我等咧想法都變喺腳帶後，我等咧徛啦下變下去嘅時節，我等安尼吸氣，吸得到我等咧手拿到頭拿當行嘅時節，我等咧雙手合手嘅時節，記得啦，我變嘅時節，我係安尼，也數運咧變鬆咧。都愛講嘅吼，我嘅數字呢，一定會交叉，吼都也交叉都也時間啊，放放起來，係我用我嘅數節向後背，數節向後背包叉過後呢，我嘅腳趾係咩？坐到係安尼啊，坐到安尼，腳安尼伸放起來嘅時間，我嘅數搭上去，我嘅停腳嘅時間，我嘅腳要變鬆來，我嘅腳趾要變鬆來。變鬆嘅時節，對我腳掌撐上去嘅時節，我腳趾變鬆，腳掌拿上去，腳掌下去嘅時節，我也停一下，我兩隻手天天嚟變下來，變到肩頭嗰個時節，我腳掌拿下去。而注意地方都講啊，從嘛嘅講，我做下嘅時節，我也隻腳。我睇下本他講人群都講，我嘅腳趾會數一下，腳趾數一下，係我對腳盤地背，我講我哋咧腳盤係地背係鬆嘅，係空嘅，我對一隻吸氣吸得到當行嘅時節，我講我嘅徛啦一條變鬆，我變鬆嘅時節，我用手安尼，個像鼻樣嘅吼，天天嚟安尼拿放起來。拿起以來，我係數運呢，合手來，坐到有本他講人群，我轉下去，我係數運呢，我係變鬆嘅，變鬆過後，我兩隻手係交叉，狀況下，我係數節呢係向落背打開來，我係運關節呢數盤呢向當方放上嘅時節。我放上去嘅，我腳趾要變鬆來，腳趾要變鬆來，腳趾變鬆過後呢，我那對我停腳嘅，停上去，停一下，我喺雙手那變下，雙手變下呢向前面，天天嚟比下來，變下來過後，我喺腳掌那變鬆來，撞到天來。那變一下來，也記得啲地方都講啊，我腳趾一樣嚟豎入來，也係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哈。注意時間，我安尼一樣吸氣唔怕，我哋咧徛啦下一樣，徛啦下變鬆，雙手拿放起來，拿放起來強強嘅吸放起來。到有時間呢，我哋有個人講我那手啊可以電咧，都安尼唔怕，我哋撞得多。合手來，變嘅我哋咧頭拿下背過去呢，我哋咧數把掌變鬆，啲我哋咧降健康過後，我哋咧數交叉，腳趾變鬆，數向當行，放上去過後，我哋要停腳嘅意思呢，要幫我哋起頭，幫我哋背囊筋呢筋路，也係我哋咧腳嘅，由於也係野外講法，我哋起頭出來頭起嘅時間呢，我哋係利用我哋嚟幫我哋咧膀胱筋，所以我哋膀胱筋同我哋咧野外有連帶關係，所以在撞嘅時間我停放起來，就係我哋咧停腳嘅，我哋腳趾變鬆來，我哋嚟停腳嘅上去。停下去，我哋綁一下那雙手綁下嚟去，綁下嚟過後，我哋慢慢嚟下來，腳掌啦綁下來，也係我哋咧呼吸一種。所以講呼吸一種啊，所講嘅我哋咧腳趾兩隻腳要向下，兩隻腳要向下，所以我係托一隻下本，他講人群講啊，我腳趾係安尼縮放起來，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我哋做。
向樣做頓鞋呢，我哋冇做鞋做，比較會較好做。今日做頓鞋呢，我咪向樣我腳趾愛縮放起來，我腳趾我都安尼將我見我數向樣嚟縮放起來，縮放起來變咧我也地背，腳盤地背也係空嘅，也空嘅我哋跳嘢時節對我哋咧徛下啦下表送嚟，徛啦下表送嚟，我對也這樣安尼起條對安尼吼。我哋咧都講，我哋講起條吼，我哋都天天咧坐下去，起條安尼慢慢咧吸放起來，我哋從數到咧鼻放起來強樣安尼。到有時節，我哋咧數把掌，那合手來，合手來，我哋咧數咧表送來到我哋咧強健康。表送我哋咧強健康，我哋咧數咧，吼兩隻數搞強下，我哋咧腳表送來，數棍放出來過後咧，我哋停腳嘅，停上一下時間咧，我哋咧腳趾要表送哦，數表下來，慢慢咧再向表送，比下來一樣，徛啦下表送來。觀眾朋友會講啊，剛啱搖頭去咯，唔怕。我哋咧腳趾數一下時節，徛啦下表下去，表下去嘅時節，我更加都吸氣，吸得多呀。我數把掌愛合手嘅時節，我從起頭跳出來。我數把掌表送到我健健康嘅時節，我腳趾都表送來。數把掌我哋咧一托上去嘅時節，腳表送嘅，我哋咧腳掌，那搖放起來，腳掌搖放停腳嘅時節，我哋咧雙數再表下來，天天咧起頭跳出來，我哋咧徛啦下再表送來，腳掌表下去。今日咧我哋同觀眾朋友咧向前做一下連續動作嘅時節，記得。我哋咧徛啦下，表送來，腳趾豎放起來，雙數表送來。關鍵咧表送來，我哋咧數把掌表嘅健健康，我哋咧腳趾表送來兩隻數靠數，送上去，送上去過後，我哋停腳嘅。雙數表送來，表下來，我腳掌表下去。更加通常咧做得到呀，向前要記得嘛，喺要記得呢，好好來運動，同我哋先生來運動，我哋咧眼神會更加好，精神更加好，我哋好好運動，下一次拿來了。